长寿健康的关键，银发族必吃与绝对禁忌的冷冻食品指南。关于冷冻食品，有4种是您每天应该摄取的，而另外4种则是您绝对碰不得的地雷。过去常有人声称冷冻食品既安全、方便，甚至营养丰富。然而，如果真相其实比任何人愿意承认的都要危险得多呢？数以百万计的长辈们目前正在食用一些正在导致心脏内部受损的食物，却浑然不知。这些危险并非来自外送或速食店，而是来自超市的冷冻柜。那个无声的危险源，距离您的餐桌只有几步之遥。每周都有超过1亿名年长者食用这些冷冻食品。然而，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些食物正在引发体内发炎，导致动脉硬化，并逐渐推高血压。这一切都会直接导致心脏病发作、脑中风，甚至心脏衰竭。更糟糕的是，90%的长辈根本没意识到自己正在做出这种危险行为。他们从未想过，那些冷冻餐点竟然就是导致他们头晕、疲劳、脑雾、腿部水肿和心跳异常的罪魁祸首。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揭露长辈应该避免碰触的4种冷冻食品，以及为了保持心脏健康，让您健康活到70-80岁所需要每天食用的4种食物。我们会帮助您确切了解该吃什么，该避开什么。这些食物将按照从最轻微危害到最严重危害，以及从最基本疗愈到最强效修复的顺序进行分类。请务必看到最后，因为这份清单上的头号危险冷冻食品不仅具有欺骗性，它甚至可能将老年人的中风险提高78%，但却几乎没有人在讨论这个问题。本文中提出的每一项主张都得到了真实临床研究、同行评审研究和人体实验的支持。科学原理已经过简化，让大家更容易理解。在我们开始之前，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您的年龄以及您的下一个生日是什么时候，因为您的故事对我们很重要。我们会阅读每一则留言并给予回应。现在让我们直接从第4名开始。这是第一种您的心脏正在无声地恳求您戒掉的冷冻食品。第4名，果粉冷冻鱼排。冷冻鱼看起来很健康，对吧？但如果是经过油炸、果粉再冷冻的鱼，它就不仅仅是不健康了，它会变成一颗随时准备在您血液中引爆的心血管炸弹。大多数长辈购买果粉、鱼排、鱼饼或鱼条是希望能摄取到 Omega-3、脂肪酸和蛋白质。然而，真相却险恶得多。这些冷冻鱼排的果粉通常含有氢化铀、过量的钠和精致小麦面粉。研究显示，即使摄取少量这类食物，也会使心脏病的风险增加23%。再加上高盐分含量，每份有时超过500毫克，这简直就是为60岁以上成年人量身定做的高血压、血管硬化和水肿的配方。然而，威胁还不止于此。这些鱼排在工业油炸和冷冻过程中会产生晚期糖基化中产物 （Advanced Glycation End Products，AGEs）。这些有害物质会加速血管老化，损害细胞并干扰胰岛素的讯号传递。根据发表在《循环研究》（Circulation Research） 期刊上的一项研究，体内晚期糖基化中产物水平较高的人，其罹患心房颤动的风险是常人的2倍。心房颤动是一种心律不整疾病，影响住基的65岁以上长者。那么鱼肉本身呢？大多数冷冻果粉鱼产品使用的是廉价、低品质的白肉鱼，如巴沙鱼或鳕鱼。这些鱼类的营养早已流失，且经常浸泡在磷酸盐中以保持口感。
特别是对于已经有心脏或肾脏问题的长辈来说，这些化学物质与肾脏负担增加及钙质失衡有关。食用冷冻果粉愈后可能会导致动脉硬化并增加中风险。如果您隔天早上发现脚踝肿胀或感到心悸，那不是您的错觉，那是您的身体正在对过量的毒素做出反应。请完全避开这种盒装食品，选择新鲜或未裹粉的冷冻野生捕捞鱼类，然后用柠檬、蒜头和橄榄油烘烤或清蒸。事实上，这样的搭配能促进血管内皮功能并减少发炎，这对于60岁以上人群的健康血液循环至关重要。接下来的冷冻食品外表看起来无害，但它含有足以升高血压的钠、发炎油脂和仿制起司。第3名，冷冻披萨，它们便宜、方便，现在已成为数百万长辈的首选冷冻餐点。然而，冷冻披萨是长辈能吃的最糟糕的食物之一。在融化的起司和酥脆的饼皮之下，隐藏住对60岁左右人群来说日益严重的重重心血管危害。首先是钠含量，1人份的冷冻披萨中通常含有超过200毫克的钠，光是一餐就几乎占了您一整天的建议摄取量。由于肾脏过滤钠的能力会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长辈特别容易受到钠过量的影响，结果血液会留住更多的盐分，进而吸附水分，增加血容量并升高血压。根据美国临床营养学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Clinical Nutrition》的一项研究，饮食中摄取大量钠的长辈罹患左心室肥大可能导致心脏衰竭的几率高出72%，但饼皮可能更糟糕。它通常使用漂白过的精致小麦面粉制成，纤维和矿物质已被完全去除。研究人员现在将这种快速燃烧的碳水化合物与动脉硬化程度增加和斑块堆积联系起来，因为它会导致血糖飙升、胰岛素激增，最终导致血糖极不稳定。对于60岁以上的人来说，这才是无声心脏病发作和中风的真正原因。再来是仿制起司，大多数冷冻披萨中使用的加工起司替代品充满了乳化剂、植物油和磷酸钠，这些成分让披萨保持粘稠口感，但会破坏您体内的钙质平衡。长辈特别容易受到了磷酸盐过量的危害，它会使动脉硬化并从骨骼中带走钙质。根据2017年发表在国际肾脏期刊 Kidney International 的一项研究，老年人体内过量的磷酸盐实际上使动脉钙化的风险增加了4倍，并将心脏病死亡率提高了38%。还不相信吗？许多冷冻披萨，特别是含有肉类配料的，还含有硝酸盐、防腐剂和氢化脂肪。这些化学物质会导致心脏和大脑产生氧化压力，从而与血压升高、胆固醇升高和认知功能障碍同时相关。如果您吃完冷冻披萨后曾感到腹胀、头晕或疲惫，那是您的身体在向您发出警报。这不是食物，这是对心脏的威胁。为了更健康的选择，您可以用全麦饼皮、新鲜番茄糊、真正的莫扎瑞拉起司 （mozzarella） 以及菠菜和橄榄油等有益心脏的配料，自己制作迷你披萨。这不仅安全10倍，同样快速，而且能促进血液流动，而不是阻碍它。然而，我们现在必须讨论下一种冷冻食品，因为它几乎存在于每个冷冻柜中，而且是最狡猾的血糖灾难。第2名，冷冻水果果细胞，您很可能见过它们。这些预先切好的冷冻水果混合物，装在塑胶袋里，被标榜为增强免疫力或富含抗氧化剂。然而，如果你已年过60，
这些冷冻果细胞可能弊大于利。原因如下：这些果细胞大多数含有高升糖指数的水果，如凤梨、香蕉和芒果，且通常是浓缩的量，会导致血糖迅速升高。即使标签上写注无添加糖，这些组合中的天然糖分负荷也能压到您的胰岛素反应。此外，这会导致新陈代谢较慢，或有早期胰岛素阻抗的长辈出现剧烈的血糖波动。根据2020年发表在《糖尿病与血管疾病研究》（Diabetes and Vascular Disease Research） 上的一项研究，即使没有糖尿病，餐后血糖过高的长辈，其发生心血管事件的风险也增加了48%。然而，这仅仅是个开始。许多这类冷冻水果因为经常经过急速冷冻并保存数月，随着时间推移会流失维生素 C 和多酚含量。换句话说，您摄取到的糖分比您意识到的多得多，但抗氧化剂却少得多。而在缺乏那些保护性化学物质的情况下，糖分的冲击力更强，它会加速动脉硬化的过程，破坏血管内皮、动脉的内衬，并增加血管中的氧化压力。更糟糕的是，许多长辈会将这些果细胞与加糖的果汁或杏仁奶混合，进一步增加了升糖负荷。一顿看似营养的餐点变成了一场血糖云霄飞车，导致长期的血管损伤、精力衰退和脑雾。在感觉良好的20分钟后，您可能会感到精疲力尽、头晕或思绪迟钝，却没意识到这与您的果昔有关。此外，有些包装含有像枸杞或巴西莓这样的超级食物粉末，这些通常是前皂萃取物，残留的活性营养素极少，还含有瓜尔豆胶、瓜谷木和柠檬酸等隐形添加剂。这些成分可能会引起轻微发炎，并刺激肠道内壁，特别是对消化系统敏感的老年人。如果您误以为这些对心脏有益而使用它们可能正在悄悄增加发炎反应、升高胰岛素，并损害血液循环。更好的选择是使用低升糖指数的水果，如冷冻黑莓或蓝莓，自己制作果昔，加入1汤匙亚麻籽、1把菠菜和1勺无糖蛋白粉。这不仅能提供纤维并支持血糖平衡，更是滋养您的心脏，而不是推高您的血压。常辈最应该避免碰触的头号冷冻食品，是与心脏衰竭、中风甚至心因性猝死有关的一种食物。第一名，微波冷冻早餐三明治。它们看起来很实用，似乎无伤大雅。然而，冷冻早餐三明治对老年人的心血管健康构成了3重威胁。它们是超市里加工程度最高、充满化学物质的冷冻食品之一，每一口都隐藏住饱和脂肪、盐分和人工添加剂的重击。让我们来分析一下，一个典型的冷冻早餐三明治在早上9点之前就含有800到300毫克的盐分，这通常超过了您每日建议摄取量的50%。此外，对于肾功能随年龄变化的长辈来说，这种盐分超载无法被有效过滤，相反，它会滞留在血液中，导致血容量和压力增加。根据2022年发表在高血压期刊 Journal of Hypertension 上的一项分析，每天摄取超过500毫克钠的60岁以上成年人，罹患左侧心脏衰竭的可能性增加了71%。然而，情况还会更糟。这些三明治上堆叠出培根和香肠等加工肉品，这些肉品富含硝酸盐和亚硝酸盐，会引起氧化压力。
人体会将硝酸盐转化为亚硝胺，这种物质会损害血管，阻碍一氧化氮的合成，并导致动脉壁硬化。一旦失去这种弹性，您的心脏每次跳动都必须更加费力。再来是鸡蛋，通常那甚至不是真正的蛋，大多数使用的是液态氮混合物，包含抗结、会剂、乳化剂、添加剂和氮粉产品。这些人工物质经过高温烹调、冷冻和再加热，会产生晚期糖基化中产物，加剧血管发炎，并引发有害的免疫反应。循环 Circulation 期刊的报告指出，动脉粥状硬化、心律不整和认知能力下降都与老年人体内较高的晚期糖基化中产物直接相关。造成这些三明治危害的因素，甚至包括所使用的比斯吉 （biscuit） 或马芬 （muffin） 面包，它们几乎没有纤维，是由漂白白面粉和工业种子油制成的，这会导致血糖快速飙升，引起早晨疲劳、头晕，甚至视力模糊。如果您在吃完这些三明治后曾感到疲惫或头晕，那不仅仅是因为老化，那是新陈代谢发出的警讯。冷冻早餐三明治不算是早餐，它们就像是用保鲜膜包起来的心脏病发作套餐。此外，定期食用这些食物可能会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悄悄增加60岁以上长辈的中风风险，削弱动脉并导致血压升高。揭露了4种最糟糕的冷冻食品后，让我们换个角度，因为冷冻食品并不总是坏的。事实上，如果您年过60，有些冷冻食品可以帮助修复细胞损伤，改善血液循环并保护您的动脉。第4名，冷冻菠菜。虽然它可能看起来不怎么令人兴奋，但冷冻菠菜是一种营养密集的食物，比几乎任何其他蔬菜都能更有效地保护老化的动脉。当菠菜在最成熟时被冷冻，它保留了大量的硝酸盐，人体会利用这些硝酸盐制造一氧化氮，这是一种能放松血管并增加血流量的物质。这不仅仅是理论，根据临床营养学 Clinical Nutrition 的一项研究，60岁以上的人每天只吃1份菠菜，在1周内收缩压就显著下降了11点，这没有副作用，而且比某些药物更有效。此外，将冷冻菠菜加入汤、欧姆蛋或炖菜中非常容易，因为它已经经过杀青和切碎，无需额外准备。它还富含游离矿物质，如镁、钾和叶酸，这些都是老年人经常缺乏的营养素。镁有助于维持规律的心跳，钾能排出多余的钠，叶酸则能降低同伴胱氨酸 homocysteine， 这是一种与老年人动脉斑块有关的氨基酸。如果您及时饮食健康却仍出现头晕、手脚冰冷或血压升高等症状，您的身体可能正在渴求一氧化氮。摄取菠菜最快的方法之一就是使用冷冻菠菜，试著将它混入冷冻莓果果昔中，或用蒜头和橄榄油快炒。如果您不切菜，也不浪费食物，您的心脏会感谢您。下一种冷冻食品是一位沉默的战士。它由内而外强化您的心脏结构，并恢复动脉中的胶原蛋白。第3名，冷冻毛豆、去壳大豆。虽然它可能不是每位长辈冷冻柜里的常备品，但冷冻毛豆应该要占有一席之地。作为市面上最完整的植物性蛋白质之一，这些绿色大豆含有特殊的成分，有助于改善您的胆固醇、心肌和动脉健康。最大的好处在于异黄酮，这些是有机植物物质，能复制雌激素保护血管的效果。老年人，特别是停经后妇女体内的雌激素水平较低，会导致血压升高和动脉硬化。
根据2021年发表在临床高血压期刊 Journal of Clinical Hypertension 的一项统合分析，富含大豆异黄酮的饮食使60岁以上成人的收缩压平均降低了 5.9 毫米汞柱。然而，毛豆的功效不止于此，它含有维生素 K2，有助于将钙质移出动脉并送回骨骼，还含有精氨酸，这是一种氨基酸，有助于一氧化氮的生成，就像菠菜中的成分一样，能放松动脉并增加循环，这降低了钙化的风险。钙化是老年人心脏病发作的主要原因之一。更好的是，毛豆纤维含量高，盐分级低且不含胆固醇，这些都能促进消化改善、血糖调节和更健康的肠道菌群。肠道、心脏的连结是严肃的科学。菌群失调会导致发炎增加和动脉斑块的形成。使用冷冻毛豆也非常简单，只需蒸5分钟，然后撒上海盐和少许橄榄油。它可以作为零食单独食用，也可以加入汤和沙拉中。它很有饱足感，富含蛋白质，非常适合想要在保持心脏健康的同时维持肌肉量的长辈。下一种食物能发挥更罕见的作用，它能同时降低胆固醇，滋养肠道，并帮助动脉修复。如果您喜欢这篇文章，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以确保您不会错过更多类似的健康资讯。如果您正在观看，我想知道您是否认同我的观点。如果这篇文章让您产生共鸣，请在留言区输入1，如果没有，请输入0。第2名，冷冻综合莓果，特别是黑莓和蓝莓。冷冻综合莓果不仅仅是美味的点心，它们是老年人随手可得的最强大心血管盟友之一。特别是如果您专注于低糖种类，如覆盆子、黑莓和蓝莓，每一份这些莓果都具有令人惊讶的强效抗发炎、降低胆固醇和保护血管的作用。为什么它们这么强大？答案是花青素。这些深色植物色素除了赋予莓果颜色外，实际上还能减少血管发炎。根据发表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期刊的一项研究，在60岁以上的人群中，每天食用莓果使动脉硬化程度降低了 9% 以上，低密度脂蛋白、坏胆固醇水平降低了 11%。但这还不是全部，莓果还能增强血管内皮功能，这负责调节血管的扩张和收缩。血管内皮功能差是心脏病最早期的迹象之一，而且完全无声无息。然而，发表在循环期刊上的一项研究发现，在8周内每天食用冷冻莓果的长辈，其氧化压力指标、血压和血流量都出现显著改善。此外，它们还能促进胰岛素敏感性，这对于患有代谢症候群或糖尿病前期的老年人来说非常重要。与凤梨或芒果等高糖果昔水果相比，这些莓果富含可溶性纤维，且升糖指数低。这种纤维能减缓糖分吸收，并支持能降低全身性发炎的肠道微生物，而发炎正是斑块堆积和中风险的主要原因。最棒的是，冷冻莓果的营养价值与新鲜莓果相同。事实上，它们通常在采收后几小时内就冷冻，这比储存数天或经过运输的新鲜水果保留了更多的营养。只需从冷冻柜抓一拔，稍微解冻，然后混合到蛋白饮、优格或燕麦片中。如果您醒来时感到脑雾、有胆固醇问题或精力下降，您可能不需要额外的维他命，也许您只需要1勺莓果。现在我们来到了最后一种，
这是任何长辈都应该每天食用的最佳冷冻食品。这是因为它不仅仅支持心脏，还助于血管重建、疾病预防，甚至逆转早期的血管损伤迹象。第一名，气炸或烘烤的冷冻源为鸡翅式的鸡翅，但不是随便一种鸡翅。60岁以上长辈最棒的日常冷冻食品之一就是冷冻源为果粉鸡翅，前提是准备方式要正确。为什么？因为它们不含加工冷冻餐点中的糖、防腐剂和发炎种子油，而且它们充满了保护心脏的营养素、优质蛋白质和强化骨骼的胶原蛋白。科学依据在这里。肌少症是指60岁以上长辈肌肉量快速流失的现象，每10年流失率可高达8%，这会减慢您的新陈代谢，削弱您的双腿，并加重心脏负担。冷冻鸡翅中含有丰富的完整氨基酸，有助于保存和修复心脏及肌肉组织，特别是当它们未经裹粉并使用气炸或烘烤方式烹调时。2022年发表在《营养学 Nutrients》期刊上的一项研究发现，摄取较多蛋白质，特别是来自禽肉的长辈，在5年期间发生心血管事件的风险降低了1%。此外，鸡翅中的天然胶原蛋白和结缔组织能促进关节健康和血管弹性。与鸡胸肉相比，鸡翅含有较多的皮和骨头，这是第一行和第3型胶原蛋白的来源，对于血管弹性和完整性至关重要。在老年人中，强健的动脉壁与较低的中风风险和更稳定的血压有关。此外，它们天然富含锌和维生素6，这些营养素有助于神经传导、胆固醇代谢和免疫功能。而且，如果准备得当，里面不应该有小麦、种子油或防腐剂。与商业冷冻食品不同，鸡翅可以成为适合长辈的低碳水化合物、燃烧前进的蛋白质来源，且不会升高血糖或胰岛素水平。关键在于您的烹调方式，不要使用裹粉或面糊的产品。寻找原味的冷冻鸡翅，用姜黄、大蒜或迷迭香等抗发炎香料调味后，放入烤箱或气炸锅烹调，不需要额外的油，只会有酥脆、高蛋白的鸡翅，能促进您的新陈代谢、心脏和肌肉健康，同时满足您的口腹之欲。正如您可能听过的建议，鸡翅只有在油炸并浸泡在大量钠中时才被视为垃圾食物。当您掌握了成分，冷冻鸡翅就会变成对抗虚弱、维持力量和促进健康老化的日常利器。现在您知道了真相，问题不在于您的冷冻柜，而是取决于您的选择。60岁以后，每一次的饮食选择都变得更加重要。在您意识到之前，有些冷冻食品正在悄悄使您的动脉紧绷、升高血压并耗尽您的活力，而其他食物如菠菜、毛豆、莓果和正确类型的冷冻鸡翅，则有助于重建肌肉、改善循环，并由内而外保护您的心脏。是时候丢掉您冷冻柜里任何果粉、炸鱼、微波早餐三明治或含糖果细胞了。这些食物正在加速您心脏的老化过程，速度比您想象的还要快。将它们换成能支持而非破坏您健康的食物吧。那些能改善血液流动、强化组织、减少发炎，并提升您日常运动、睡眠和思考能力的食物。现在我们想听听您的意见。从此刻起，哪种冷冻食品您将不再食用？或者您迫不及待想尝试哪种健康的替代品？
请在留言区告诉我们，我们会阅读每一则留言并提供建议。如果这篇文章启发您重新检视您的冷冻柜，请按赞、订阅并开启通知铃声，确保您永远不会错过其他重要的长者健康建议。哦，别忘了在留言中提到您来自哪个国家或地区，让我们知道您在哪里收看。我们很高兴能听到您的声音。好了，让我们开始行动吧。您的下一餐拥有强化或削弱您心脏的力量，选择权在您手中，现在就可以做出决定。请在下方留言区留下您的想法和经验。